大家好，我係 Johnny，今日我將會繼續同大家推介泰國曼谷著名嘅物理治療診所，而呢間嘅物理診所就係叫做 Body Conscious， 不但只擁有專業嘅醫療團隊，亦都最近獲得有關醫學嘅名銜，所以想尋找有信譽亦都專業嘅物理治療診所，可能佢哋就會係你嘅選擇。當然，我今日嚟到呢度唔單止係介紹，亦都會透過佢哋嘅治療緩解我頸部過於繃緊同埋疼痛嘅問題。更重要，我今日會毫無保留展現療程嘅一切片段，係等你哋觀看嘅。咁樣我哋就正式進入療程，尋找我嘅痛症來源之後，就開始使用適合嘅手法嚟治療我嘅頸部問題。值得強調嘅一點，讓觀眾知道嘅就係佢哋使用嘅治療手法係新型嘅治療方式——衝擊波治療療法。呢一個相比起我而家遇到嘅任何一種療法，亦都係更直接、更有效，令到患者改善同埋根治痛症嘅最有效方式。另外，醫生亦都會使用物理治療手法嚟改善我頸部嘅問題。去到療程嘅最後，我嘅頸部已經係感受唔到疼痛，亦都冇再出現不適嘅感覺。影片亦都嚟到最後啦，而家你只係需要訂閱我，嚟到診所就能夠獲得 10% 嘅醫療療程優惠。如果你同我一樣都係經常做運動，身體經常都係覺得疲倦，不妨係嚟到呢度改善你嘅身體狀況。大家注意一點啦，此優惠只係去到2025年嘅8月嘅啫，真係有需要就趕快嚟到護理同埋照顧你嘅身體啦。